新型的验钞机已经生产5台了，并且呢已投放到了各个银行。工厂呢还在继续的进行生产。行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少队啊，杨亮，在是吧？马上归队。让我归队？跟踪林妮娜。我跟踪什么林妮娜呀？那你说我这边的事儿，遵命。哎，这儿真没事了，我回去吧。这边不需要了。真不需要了。那我回去了。那什么，你记着跟小飞说一声啊。好，再见。啊。喂，谁呀？我呀。飞哥，你回来了。你小点声行不行？我现在想见你。在哪里啊？千万别跟别人说我回来了啊！现在你先把外面准备准备啊，我在出口接你，好吧？好。快点啊！哎，好。23号目标已离开。怎么样？还行。帽子正吗？可以了。领带呢？开始了啊。好。开始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明岛市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杨亮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过去的几天里，思明岛市经历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，思明岛市也经历了一次心灵的冲撞。但是，只要有我们人民公安在，大家就要放心。我们会创一方乐土，我们会保一方平安。林妮娜出动了。四人都明白，这个人太重要了，一定要跟上，不要惊动他，千万不要跟丢。是。贝贝，我等会儿上来啊。红雪，你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两句吧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向我的上司程思坤报告，交给我呀，小磊。结果他也属于集团。好歹也是个副我约你来，是因为我只相信你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我也知道你的。你师兄是因为被钟美玲追杀，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助我，通过官方的渠道，帮我洗脱罪名。我没法帮你。在这儿，你属于非法入境者，一个人什么事儿也干不成。如果你真是被冤枉的话，那你需要的是警方的帮助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不行，他们会引诱我的。案发之后，我向我的上司程思坤报告，结果他也属于集团，然后他就杀了我的搭档，嫁祸给我。我现在只有靠自己去洗脱罪名了。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，但是我也请你相信我，因为我可以帮你。竟然跟我走。
东西都摆齐了，该拿的都拿掉。阿健，大姐，布置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差上菜了。一定要准备的细致一点，别显得太仓促。是。哎，待会儿陪我去接六叔，再从外面拿点鲜花进来。喂。打搅您了。哦，六叔啊，我今天是我阴历的寿辰，我想请你过来喝茶。另外还给你准备了点东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那好的，我准备一下就过去。大姐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去接六叔了吗？不去了。怎么了？让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收了吧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偷东西。二号，我是2号，请讲。林妮娜已经出门。好，知道了。杨队，林妮娜已收拾好东西出门了。盯住她，给我盯住了。好，放心吧。林妮娜出门了。是。我就有感觉，林妮娜今天肯定有事儿。今天晚上大家别的事先放一放啊，林妮娜一定要给我盯死了。我倒要看看林妮娜这边能。恐怕不行。今天晚上也有一个任务，局长批下来的，四明山宏村仓库，有武警的刘明山队长配合你。肖队长，你好。刘队长，好久不见了。这次我可没有擅自利用你的权利哦。这么大规模的行动，去宏村仓库查什么呀？原油，宝龙公司走私原油，内线消息。林妮娜，我可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了，我估计今天晚上就会有结果了。交给我呀，小雷，我好歹也是个副队长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你也信我一回啊，程组长，林妮娜的事情是我一直在抓，我觉得我应该从头到……好，你就信他啊。小飞，跟我看你爹去。哦。程组长，肖队长，那我们晚上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肖队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